好，第17條。咁啊，本身 P1 呢個無效嘅價上限咧，咁佢嘅價錢依然都係 P 升呢個位嘅。咁而家調到 P2 咧，變成一個有效嘅上限咧。OK，咁佢上消下生嘅個盈餘，三個人嘅盈餘咧，個 area 咧就會有所改變啦。咁啊喺真正有效嘅情況下咧，咁佢嘅上面嘅消費者盈餘會變成咁樣嘅梯形啦。咁從以前嘅三角形啦，個形狀啦，雖然有唔同，但係個面積其實你真係唔知係增加定減少，所以唔一定上升。相反啦，以前咁大嘅生產者盈餘，而家下降得翻咁少嘅情況下咧，呢度係真係減少嘅。OK，咁所以係真係下降。咁啊，由於本身咧佢係一個均衡啦嘅狀態啦，所以佢係冇呢個淨損失嘅。咁而家市場干預成功咗之後，佢會有咁大嘅淨損失啦。咁即係代表佢唔係一個不變嘅情況啦。OK，係下降嘅情況。最後，由於本身咧佢係一個均衡狀態嘅，OK，咁即係代表佢冇呢個超額供應嘅情況，即係都唔存在會唔會消失啦，所以啲都唔啱嘅。咁但係就係 A 啦。